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Wallace 啊。我係當新能源嗰邊嘅廣汽埃安嗰邊香港嘅代理商。我哋都會將埃安 Y 咧嚟講變成一架的士。咁而家呢部車嘅價錢咧24.9萬，咁你如果可以享受政府優惠，可以減多4萬添。其實本身呢部車咧，中國大陸嗰邊咧，其實已經有好多車已經用佢做一個滴滴啦。咁講翻佢點解咁受歡迎咧？咁其實就話佢有幾個特點嘅。第一，佢嗰個空間咧，入邊特別個車廂空間特別大嘅。咁同埋佢入嚟嘅位置咧係一個平嘅地台。咁有陣時譬如坐老人家啊、小朋友啊上同落嗰下咧，都唔會咁容易棘腳。另外個尾箱啦，其實你見到部車其實唔係好大啫，成部車4.5米長，但係你望到落去成部車嗰個尾箱個空間咧，其實一啲都唔細，3個28寸嘅篋打到放喺度，完全冇問題。咁廠方數字咧就490公里，就 NEDC 計算嘅。咁啲客戶都覆返咧，咁大概380到400呢個幅度咧係冇問題嘅。咁其實我哋呢部車咧就全車嘅提供咧1年或者15萬公里嘅。而頭先所提咧動力電池部分咧，咁廠方會提供5年或者50萬公里。咁要注意喎，兩個都係以先導為準。